為參與海上大學嘅關係，喺郵輪上面舉行婚禮，表面就係一件好開心嘅事。點解會令到跟同事同埋學生嘅關係變得好唔專業？因為乜嘢嘅緣故？喺眾目睽睽之下，大聲責備相處咗幾個月嘅同事，居然可以合理化。如果發現身患末期癌症嘅老公或者老婆有婚外情，決定唔離婚照顧佢，仲聲稱原諒咗佢，但係喺佢走咗之後，就出版一本書，將成件事揭露出嚟，當中會涉及乜嘢情同理嘅問題？我喺前幾集講到2008年我參與海上大學嗰陣見到嘅人同埋事，今集要繼續講解船上面嘅環境點樣會令到邊界感模糊，同事同埋學生之間嘅相處極唔專業。仲有我最近喺網上面發掘出嚟有關當日海上婚禮十分之精彩嘅後續啊！話說有位中年女教授帶埋男朋友上船，行程開始冇耐就宣布會喺幾個禮拜之後喺海上舉辦婚禮，邀請全體人員參加。我之前已經提及呢位教授以籌辦婚禮為理由，遲遲都唔派翻啲功課或者測驗俾班學生。除此之外，呢件所謂喜慶事，點解會對工作環境有壞嘅影響？因為由呢位女士宣布嗰刻，直到婚禮甚至成個學期完結之後，大多數話題都係圍繞住佢同埋佢嘅另一半。受住呢個氣氛影響，佢有免受批評嘅金牌。就算佢做啲乜嘢唔啱，唔係咁恰當嘅嘢，都唔會有人敢出聲。結婚喎，大晒㗎！到婚禮完結之後，假設有學生對佢有啲意見，佢哋會諗下不久之前曾經出席過佢婚禮，向佢提出合理嘅批評，都會即刻變成醜人。仲有啊，佢哋無啦啦為船上嘅人員增加工作量，但係就冇補水俾佢哋喎。就算嗰啲食物同埋飲品係佢兩公婆全部都負責，咁樣都對啲工作人員好唔公道，正一係監人賴厚啊！我本來同呢位女士相處係冇問題，加上當時受到個氣氛影響，我唔覺得個婚禮會造成咁多問題。不過到咗行程差唔多完結嗰陣，佢同我反晒面。後來落船之後，我嘗試喺 Facebook 嗰度同佢 reconnect，佢都冇再騷我。當時我教一個課程，有11位學生，當中有4個風格好唔同，但係表現都好好。我決定俾個 high distinction，即係最高 grade 俾佢哋咁多位。班學生大概都知道我嘅評分，但係原來個評分仲要經過一個評分委員會批核。個女教授係呢個 committee 嘅成員，照計個批核都係慣常程序嚟啫。點知佢哋特別召見我，話全班11人有4個 high distinction 咁多，會造成 top heavy 嘅情況。我話人數咁少，照道理就係唔需要跟足 bell curve 或者特定嘅 distribution， 否則反而對叻嘅學生好唔公道。佢哋夾硬將其中2個分數較低嘅學生降級，改做 distinction， 我根本冇得話事。我後來同受影響嘅學生解釋情況，提到呢個 committee 嘅成員，有位平時都嗶哩吧啦好多嘢講嘅學生唔滿意。佢同其他人講返起，話我都樂意俾 high distinction 佢，係嗰個 committee 某某唔批。無奈我午飯嘅時候喺飯堂捧住一大碟食物，俾個女教授捉住我，喺好多人面前對我破口大罵。佢話我自己都同意改分，點解將個責任推去佢嗰度？我個學生都有報讀佢其中一個課程，我咁做令佢冇晒面喎。我俾個女人當眾鬧完之後，匿埋喊咗一場。當時懷疑自己做錯咗，但係後來諗落，覺得原則上係冇錯，最多都係處理得唔夠圓滑啫。我應該唔好提佢個名，但係就算我唔提佢個名，個學生咁積極參與咁多船上嘅事務，都會知道個女人其實係有份嘅。我咁做都係確保個程序夠晒透明。咁 transparency 都好緊要，我唔想黑箱作業咯。
況且我當時根本冇得唔同意，個女人咁做係鍾意操控人，但係同時又唔想人哋覺得佢霸道喎。其實個學生都唔係真心怪佢嘅，都知道呢啲係課程嘅政策問題。因為呢份係短期嘅工作，我冇再花時間去企圖彌補同個女人嘅關係。個女人仲因為佢喺船上嘅特殊身份，成功咁令其他同事都排擠我。我有一段時間覺得好遺憾，但係個婚禮嘅後續令我更加認識佢嘅為人，深信同呢啲咁嘅人唔再交往，都絕對唔係損失，仲係一件好事嚟嘅添啊！話說個女人本來係德國人，但係喺澳洲讀書同埋工作好多年，當時已經入籍澳洲。旅程完結之後，同嚟自意大利嘅老公返去澳洲住。之後1年左右，即係2009年嘅年中，個男人發現有末期腦癌。個女人喺處理個男人嘅醫療報告嘅時候，要 lock 入佢嘅電子郵箱，居然俾佢發現個男人一直同幾個居住喺意大利嘅女人有婚外情，當中有啲細節都幾離譜，兼且搞笑㗎。包括個男人喺船上婚禮完結當晚就同意大利嘅情人通訊，個男人仲成日返意大利，話就係話見同第一任老婆嗰幾位成咗年嘅仔女，其實就係順便同嗰班女人幽會。有位情人仲喺電郵度讚呢個情夫喺性方面比自己嘅老公更加正，哇！真係七國咁亂。個女教授好嬲，質問個老公，個老公都好嬲，話佢侵犯自己私隱，仲話佢不忠，個女人自己都要負責任。終於個女人決定唔同佢離婚。據佢所講，佢信佛教，喺宗教度揾到答案，最終原諒咗個男人，陪佢走埋最後嗰段路。不過呢段路都唔係好長啫，因為個男人喺2011年1月1日就走咗。嗱，我知道咁多 juicy 嘅嘢，唔係因為我八卦，而係個女人喺2024年出版咗一本書，講解佢成段關係，包括船上面嘅婚禮。你睇下，連個封面都係隻船。我本來係唔會討論人哋咁私人嘅事，但係佢自己選擇公開喎，咁樣喺法理情底下，我批評都冇問題啦。其實我一知道件事嗰陣，都覺得好詫異，原來個男人係咁嘅人喎。當時個男人跟埋個女人上船，喺船上係冇工作，但係個個人對佢嘅印象都好正面。我同佢都有傾過偈，表面上佢係一位好好先生嚟。我記得我仲借咗隻臥虎藏龍嘅 DVD 俾佢，佢睇完咗仲同我發表對呢套戲嘅感想，講得有文有路㗎。不過諗落都唔出奇，因為如果佢係好惡、好串嗰種人，就唔會有咁多個情人啦，係咪？不過佢起碼對老婆以外嘅人冇乜嘢殺傷力。我前集咪提到有個老色狼周圍性騷擾女學生同埋同事嘅，呢位仁兄就絕對唔係嗰隻咯。我唔係讀心理，唔係精神科醫生，但係我懷疑佢對女人嘅不忠係佢性格嘅一部分。係冇得改嘅，個女人幾好，佢都係會咁做。撇除咗呢樣性格上嘅缺陷，其實佢都幾正常、幾正面嘅。我覺得個女人出版呢本書喺法律上當然有權咁做，但係喺情同理方面都好有問題。個男人係咪好好人？唔係。有個咁嘅男人應唔應該嫁俾佢？唔應該。嫁俾佢係咪錯嘅？都可能係，問題係個女人強調原諒咗佢，一係就唔好原諒啦。既然原諒咗，就唔好大肆宣揚啦。自己冇辦法完全釋懷嘅，可以寫日記，但係就唔需要講俾全世界知咯。佢出呢本書講個過咗身嘅人，對方係唔可以反駁。至於男方嘅家人，例如嗰班仔女，如果想補充或者反駁部分嘅內容，都好難揾到有力嘅途徑。我知道網上有好多女讀者都撐個女人，我自己都維護男女平等，好大程度上都係所謂嘅女性主義者，但係就絕對唔認同呢啲咁極端嘅個人主義。
完全唔顧及人哋嘅感受，淨係識得喺度強調乜嘢 female empowerment，真係有啲不知所謂。我回想佢當初喺船上面向我破口大罵，同佢之後出書嘅行徑，其實係如出一轍。我又諗，個男人係咪一啲優點都冇呢？如果冇得益嘅話，個女人係咪一定唔會離婚？個男人走咗之後，根據意大利嘅遺產法，佢至少都分到1/4身家喎。之後仲辭埋份工，搬咗去越南長住添。惡行係唔可以完全用金錢去彌補，不過個女人又講唔講得上係絕對嘅受害者，咁值得大家去同情呢？其實船上嘅婚禮喺好多人嘅心目中，本來都係美好嘅回憶，但係本書一出就全部都破滅晒咯。個女人咁要面，怪人哋令佢冇面，佢有冇諗過佢其實係自己丟自己架呢？喺呢集完結之前，我要澄清一樣好重要嘅嘢：公開批評走咗嘅人本身唔係有乜嘢問題，所以如果我日後批評已經唔喺世上嘅人，千祈唔好抽我後腳喎。只要我批評嘅唔會係我嘅亡夫或者有任何親戚關係嘅人，更加重要嘅唔係口口聲聲話已經原諒咗嘅人，咁樣同今集講嘅情況根本就唔可以相提並論。